大家好，欢迎收看《红龙独家提供便宜》。对你个生活地图，你是讲谈到土生的了解词，大家是否有一种固定的印象？该是镜头那么蓝色的模组，系么嘞？是乌皮肤老肩膜。对台湾嘅早期啊，有一群土生的，佮记到嘅阿爸咧，系对台湾嘅每个军人，也系工厂师。大家是否想？佮记到嘅童年啊，听说过到当丰富，不过事情唔系咁樣。因為佢哋冇看過阿爸加上土生嘅外表，本佢哋嘅生長嘅歷程比平日嘅更加辛苦。要嘅土生嘅小漢中，因為到客家狀態，還會講到非常嘅好。突然決定用鏡頭去記錄佢親阿爸嘅歷程，大家來看呢出紀錄片《爸爸要爸媽》。还不错吃哎，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这个是那个人哦，我这个是睡裤呢。你有差？你有拍到他是睡裤吗？你又不是三角裤都没怕睡裤哦。他是秋暗中，英文名字叫 Michael， 黑人。又叫 Michael 的，应该很会跳舞吧？也不一定。人们无数的好奇与问号。从阿忠一出生就停不下来。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小时候，阿忠住在福安育幼院，和不少同样也是混血儿的小朋友一起长大。那因为那院长说，我们将来长大没有父母的，以后要去外面自身独立，所以叫我们很多事情都要独立啊，什么。洗碗、拖地、晒衣服，什么都要那个自己来，没有父母帮你这样。人家在育幼院是灰姑娘，你是黑姑娘。我开玩笑，你没有笑。我讲，哎呦，也张人走那些安多年冇看到，系冇？系啊，也今年都做事啊。哎呀，有人带出场就好了，像我就没有人要带出场了。好，拜拜。越战期间，台湾是美军重要的后勤补给与休息复员中心。在台美军可分长期驻守与短期度假两种，一年总量可达5万人次。美国军人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身强体壮、精力旺盛，1970年。全台超过3万名女性以服务美军，赚取美金为职业。人与人的连结，诞生了将近1000名的美军混血儿。
这些貌似外国人，爸爸已经落跑的台湾小孩，有着共同的困境。倒位来的囡仔，搁水搁水。你是读甲歹去哦？伊是趁食查某，甲美国仔生，无结婚。哎哟，因生起来是10种仔囝呢。下死下贱，袂见笑啦。你嘛较细声咧。那时候那个机子哦，因为阿中，我也认识了钟勋。钟勋的研究所论文是以亚美混血儿为题，最近整理出版，书名叫《失落在肤色底下的历史》。钟勋帮阿中写信到国防部求助，也请记者采访报道，博新闻版面。阿中在镜头前重复拨开自己。我都一直以为我不是黑黑的，但是后来是旁边的人一直跟我讲，两个白的怎么会生了一个黑的？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有没有？啊，我就不知道，爸爸就他又生我就黑的，我怎么会知道？然后他们几个就那些朋友就会传嘛，你是迄个十几样囝，安怎你老婆什么生活的时候喝酱油啦，又怎样，就是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后来别人一直问我，因为每次都会遇到陌生人啊，直接讲说我爸爸是美国人啊，我妈妈台湾人这样子。当我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很对不起我养父了。所以我才想说去找我这个生父。但我自己的梦想是说，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可以成立一个美军混血的俱乐部，然后就是让因为钟勋的书引起的滚雪球效应，要说滚雪球也是可以啦。突然间，好多的美军混血儿现身，一个拉一个。目前最大的主头是 Penny。今天我们3个来到这边，一样的是我们的父亲都是来到台湾，在冷战时期的美军，都在我们的 DNA 里面注入了不一样的颜色。我的母亲是一个在屏东东港一个小渔村长大，然后为了生计，她必须很小的时候就到茶室去当童工。其实她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为了生计，她会讲英文。你可以从她身上看到一个当时那个年代女性的一个坚韧跟包容。那在我生下来40天之后，我的父亲就离开台湾。那这一段我们其实也有对过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我们发现我们慢慢收集一些混血儿的资料，很多混血儿的父亲离开台湾的时间，大部分都在他的母亲怀孕或刚生下小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刚好钟勋就是拿这个给我不是他不是拿给我了，他就是跟我讲美军的一些资料啦，这一些啊，然后这几本就是我自己去那个调的，钟勋就叫我去那个中研院，对，就是他自己收集的资料，他就那个给我。然后这就是那个以前美军啊，这边看不到什么东西啦，但是它这里面很多就是美军来台湾的名册，这一些一本啊，因为它那个东西太多了，抓那个1976年，还有1977年，你的前后这样子，对，你看啊，它上面是有军籍号码，什么出生年月日。什么单位，这样子，这我都，然后照片他可能把它拿掉了，也对我来讲没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会有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Miss Arnold， 就是美国学校以及我们福幼社的同学们。那 Miss Arnold 有话要跟我们说话吗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his year our party is very special for many reasons. When you came in the door, you saw TS is 70 years old this year, and we're very pleased with that. Also, the Pearl Buck Foundation is 51 years old. Nice 赛珍珠基金会与美国学校福幼社是最早承担美军遗孤的机构，这些过去接受帮助的大孩子们，事隔多年再次相聚。这是我一生当中过的生日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有来自各方的朋友，还有我看着他们长大的大孩子们，跟我一起庆祝我的生日。其实，在过去我们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单亲，甚至连妈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生活的情况下，要去生存。我都还记得，我妈妈每次收到钱，她都会告诉我要感恩。对，那这件事情我一直就是放在心上。也许你们只是在背后默默的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可能不会了解当时你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影响到底有多大。对。阿忠因为工作关系无法出席圣诞联欢会，但是他依然得到一个很棒的礼物 ——DNA 比对。时间往前一点 ，DNA 检测科技还不发达；时间往后一点，老爸可能已经过世。现在是打开父亲节最好的时机点。好，现在可以试了吗？可以。那我要怎么用？先囤积口水。对，你等一下会口干舌燥吐不出来。哦你等一下把口水就是一直加到这里，好，就是这样子吐完，对，然后再把这个拔掉，就吐到这边之后，你把这个拔掉给我，我把这个收进去就好。哦，这样子。加油！现在有口水了。好，加油！慢慢多吐。我希望透过这个 DNA， 然后阿忠可以尽速就是找到爸爸这样子。一定可以的。好。阿忠，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啊？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我叫你拍照呢，你问我心情。你先用照片拍我的吧。如果你找到爸爸，第一件事情要干嘛？第一件事情，我应该跟他说，不知道说什么。你是要打他？对啊，超想靠，把我留在台湾，也许他可能不知道台湾有他的小孩。那第二件事情你会抱他吗？第二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太会吧，因为不熟啊。哎呀，不熟就不会抱。对，然后熟了就先踹他2下。如果你验一验，你发现啊，你是奥巴马的亲戚怎么办？哦，那很好，台湾会跟美国继续建交。从没看过一向搞笑的阿忠如此焦虑。DNA 检测结果出炉，直接比对到了爸爸。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是美国亲生父亲在眼前，你却不会讲英文，叫你好好读册你不听。还好阿忠身边永远不缺天使，就请好友 Angel 协助翻译。
OK， 开始了，来播给很大，然后放大。哎，音效，他的电脑，看看他电脑音效可不可以放到最大？对，开最大，开最大。哇，然后那个荧幕呢？荧幕这样算是最大的吗？这是，哎，怎么有我的？你的手机要不要？那你先去接你，谁的手机？不是我的，不是这个啊。你要按这个。哦，就那个姐姐。姐姐。Hi。Hello。哎呦，3个人呢。Hi。哇。哎。Hi。这是谁？谢谢。哇。This is the daughter. 听不懂。This is the daughter. Hi。我绑不下来。你说你爸爸在哪？哎，什么？爸爸在哪？你要讲爸爸在哪？爸爸在哪里？Where's Dad now? Hi. 哎，在后面呢，你看。Where's Dad? 哇。这怎么？我说什么？别笑。He's asking you if you think he looks good. Handsome? Yeah, he look like that. The eyebrows, the nose. 真的。鼻子跟眉毛很像，眉毛动一动。你刚不是讲说他们牙齿很白吗？Your teeth is very white. July, right? July 19th to 21st? 21st is his dad's birthday. Yeah. Okay. It's gonna be a Friday, a Saturday, and a Sunday. So Okay. everybody Okay. have it on. 什么？ We probably will have it on Saturday, but everybody will. Saturday, 礼拜六你爸生日。这礼拜六。不是啊，7月20号，他们会礼拜六办 party。哦，这样。说我。哦，I 去。I want to go. I want to go. 哦，对。你说 I want to go. I want to meet you guys. Happy birthday. Yeah,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第一次过爸爸的父亲节。First Father's birthday. First Father's Day. Hello. 白衬衫，黑裤子，白衬衫。我要去美国。Go to America. Go to America. 好 ，OK。我是阿忠，我来这边找你。I'm Marshall. I'm here to find you. 他还有文字人啊。过海关你要怎么跟他讲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Come from Taiwan. OK. 一点点我还会。OK. So why you go to the America? 要来多久的？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哦，我这就不会了。好，那你就这时候翻译机出场。这时候我就说，我来找爸爸。I'm looking for Dad. 等等。所以过去加拿大的 ETA 有关，ETA 电子的有关。我先跟你们说，这一班的关柜时间是2点55分，所以如果你们能在2点55前办成功，就 OK 就可以去。对，但因为办那个时间不一定，有的快有的慢，所以你们先拿着自己的护照往前面走，
过了14号的时候有一个机场服务团，你们刚刚说你们要办加拿大的 ETA， 然后请他帮你们协助去办。那办完我们就再看能不能及时申请成功。OK 了，那赶快去。那行李马上先带着走。那个旅社也没跟我讲。对啊。我们现在去美国跟加拿大都要有一个，就是要填这个签证，对，才能进去这样子。你们是去加拿大转机是吗？对。通常没有什么问题的话，10几分钟到半小时就会好。那慢的话，大概要是3天，最慢是3天。护照号码，对。这1个小时的路程，我走了40年。OK。族谱 ，Paul Michael， 哦，把我列入在里面。那个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诶，哦 ，It's you。对，这是我爸爸。哦，这是他老婆。老婆。啊 ，grandmother。啊 ，grandmother， 等于是他的妈妈了。哦，他妈妈。他妈妈。你的那个啦，阿婆。这个。这是什么？哦。这个还蛮黑的。很靠北。混血儿寻父 DNA 检测，同时间比对到爸爸的还有维尼，但是父亲的反应跟期待不同。对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他的回应非常的慢啊，而且那个时候又常常看到阿中的报道，心里就是会有一点不舒服啊，就会觉得人家的父亲怎么那么积极，然后我的父亲好像很冷淡，觉得好像自己的热脸在贴人家的冷屁股啊，所以我感觉好像又再次受伤了。你会想去美国吗？美国，我觉得算了吧，就是这样子，在台湾就好了。我快50岁了呢，然后去那边又重新来哦，我才没有空哎。我们就是有认到亲哦，知道他在哪里，知道老爸是谁，这就 OK 了啦。很感谢钟勋、Penny 跟 Angel。我有个想法，就是想请混血他们一起吃饭，这样子。你8月份把他叫回来，说我要对啊，你刚刚讲我已经去了，换你来。对啊，你说我们有 party。你的嘞？自己办一下，用这个办。我没有棒子。没有棒。对自己这个要办，要办。他这样喝下去会不会晚上睡不着？不会啦，不会啊。你要怕睡不着就一杯就好。我就有这些朋友让我65公斤，你看这个家境66。不会，我这个都是。其实姐在这里都没有叫哎。可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很特别的是，我们找到了流落在台湾各地的混血儿，然后我们现在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支持，互相打气，在这一路的寻亲的路上。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黑，
因为我不想白活。哦，了解你给你改纪录片哇，真的很感动，可以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哈。对，然后我相信，台大口纪录片都很有感触，也很有感受，因为没有想到说啊，原来台湾在那个时候有一段这样的历史，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先来绕墙你给改来宾，一开始的绕墙是你纪录片改投染林信贤投染，欢迎。大家好，我是导演林信贤。耶，太棒了哈！可以这样子好好跟导演面对面的聊一下，这样。天呢跟绕墙改嘿，在洋片地图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的作者钟勋。大家好，我是钟勋。耶，欢迎钟勋。天雷的绕墙的哇，真的叫做男主角，好不好？金刚进贡。大家好，我是金刚。欢迎金刚，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对不对？哈，我们的林庆炎林台购。大家好。我是林庆炎，欢迎林大哥分享。天人绕墙的是我们的夏小健导师。大家好，我是夏小娟。欢迎这个小娟老师。对，小娟老师以前说在客庄的时候，泰卡都很你嘛，该灯谜，灯谜，那算是小外号吗？对对对，灯美，灯美，算命帮我取的名字。很棒哎，很可爱哦。对啊，对，给我们看出俩纪录片哈，我们要特别来讲，就是说。哇，这个纪录片的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男主角汉中，哦，他干法讲到动喉，头然也是因为讲一个认识他之后，发现说，你一个看起来一个外国人的脸孔，你的哈嘎法讲到暗喉，进而就认识了他的故事，然后就陪伴他。记录嘞，安永改这个算是岳阳的寻亲之旅，对不对？是不是也解锁了你对台湾过去那段历史？对，没错。那其实一开始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认识阿中，然后对，然后间接因为阿中我在认识的有一个专门在研究台美混血儿的研究者，那就是我们的钟勋这样子。那也因为钟勋，我才突然间了解多原来我们台湾有一段这样的历史。那美军跟我们台湾其实很有渊源啊，比如说我之前当兵呢，我是在林口有美军基地，然后呢，大家可能知道，阳明山有一些美军宿舍里遗留下来，现在改变成餐厅。对，那我觉得不单是这些，那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大家比较不知道的啊，比如说呢，它间接的或者也直接的帮助我们台湾的经济，因为美军在我们台湾嘛，那并且呢，因为人在这边，然后也留下了一些罗曼史，那也造成了一些婴儿一些小孩子的诞生这样子。对，然后那也因为拍摄这样的纪录片，认识了这么多的混血儿，然后变成我们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好朋友。那也希望说把这段台湾的历史把它填补进来这样子。对，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广东辽同历史改世界其实1950、60、70距离现在其实没有很远。对，可是我们却相对的陌生。好，那刚刚头然有广东，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就是可能只是仅止于当时的美元，对哈。但是刚刚说，有一些罗曼史，或是因为冷战时期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混血儿的故事，这也是在纪录片里面告诉大家的。对，那我知道钟勋嘛，对哈，因为出了一本书《施罗肤色底下的一个历史》，但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钟勋他跟我说，他看了很多的小说，然后动豆改田禳。对，然后都是以这个为主题，我觉得这也是开启了你开始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他发现了非常多这种蛛丝马迹。我在看这些那个电影和一些小说之前，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原因，就是2003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刚出道的一个团体。就是歌唱团体信乐团，因为信乐团里面有个黑皮肤的鼓手，对，然后就是那个主持人就是会问他说，你怎么台语讲得这么好，可是你的皮肤是黑色的，是，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那个黑皮肤鼓手并没有正面回答到他的问题，那个画面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就是就一直放在我的心上，然后直到就是我念了研究所之后，然后就是看了杨德昌的恐怖分子，然后里面就是有个同样
很类似的身世背景，就是有一个白皮肤的混血儿，然后他的名字叫苏安，然后他就在电影里面一直打电话做恶作剧。然后我后来看了那个电影的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原来他是那时候美军在台湾生下来的混血儿。然后就是很不可思议，就是这个东西会直接连接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新乐团的黑皮肤鼓手。然后就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脉络诞生的美军混血儿这样子。在南韩的状况就是有那个金基德导演的那个《收件人不详》里面的混血儿，他妈妈就是拼命的写信给美军父亲，可是美军父亲都没有理他们。然后在日本有个小说叫《接近无限透明的蓝》，然后那个作者是村上隆，就是有一个混血儿，他交男朋友，然后那男朋友就说，我有一天我想要带你去找美军父亲。然后其实再拉回到台湾，就是其实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就是《竹篱笆外的春天》，然后也是讲的就是类似，就是说就是当时就是例如眷村来的，或者是那个原住民部落来的，就是女生她想要去。他跑去了那个酒吧街，然后为了想要学英文，然后就去喝洋酒，然后赚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叙事。然后我从这些东西看到了，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台湾的现象，而是整个亚洲都有同样的美军基地在亚洲驻扎的现象。对。然后就是我同时也看到，就是它是一个跨国寻亲的一个叙事，然后同时就是它就是象征着当时亚洲背后一个很核心的美国梦的一个向往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钟勋讲的很完整嘞，对不对？那些电影其实都呈现出这个主题。刚刚钟勋有提到美国梦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句顺口溜？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知道，来台大，去美国。盛贤也知道这句顺口溜？我知道，我是看电影才知道的。对，为什么是去美国？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国梦？是不是？因为其实如果观众有看过，就是杨德昌的另一部电影，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那时候就扮演张震的姐姐的那个角色，她也是就是后来就是考上了奖学金，她想要跑去美国留学。对，她其实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典型的60年代70年代，就是那时候的学生就是想要向上流动嘛，所以就是第一步骤就是先上台大，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美国。但其实我们讲到那时候的向上流动都是很直觉的，就是提到说，就当时大学生都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可是其实，有另外一批人，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那些从眷村或者是原住民部落想要去酒吧，想要飞去美国，它也是另外一种想向上流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这群女生就是遇到了从美国跑去越南打仗的美军。然后跟他们结识之后，就是生下了就是如同林大哥这样子的混血儿这样诞生这样子。听起来我们也可以说是当时那段历史的一个罗曼史。好，我们也可以简化的说，好像是一段露水姻缘，但是我们不是那么了解。事实上，那是那一段台湾一个历史蛮特有的现象。其实刚才有讲到说，这种亚美混血 （immigration） 它的状况在台湾发生，但是它不只是露水姻缘，它其实是更大的。当时整个国际局势冷战结构发生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各地都有这样状况。那可是呢，台湾有个特殊性是，因为我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让当时这一段历史浮现出来，而且我希望听到当事人的声音，特别是当时的女性，这些妈妈们，她们到底经历过什么东西。然后，因为我当时找了很多资料，当时我们台湾的不管是刚好提到一些小说，那都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只有在大概新浪潮电影那个时候，后来就没有了。那可是我在别的国家，譬如说日本、韩国、菲律宾。他们一直都有这样子论述，会讨论说美军基地造成对我们当地的影响，特别对妇女的影响，以及造成一些不平等的对待。然后他们会诉求说，孩子要找爸爸，是非常正当的，而不是一种隐晦的。那我就想说，台湾我要让这些妈妈们可以发声。结果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没有人敢出来讲话。那于是我就在想，到底台湾特殊性是什么？是因为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然后我们依赖美元，然后我们对美国是一种救世主的那种想象，于是我们只留下了浪漫的美国梦的想象，而这个浪漫的美国梦的想象，使得这些妇女成为没有办法讲话、失语的，她无法说我其实是受害的人，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抛下我，连这个话都说不出来。而
而这个话说不出来，我觉得不是只有当事人说不出来，是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这个历史的失语的一种状况。我觉得这也因为像夏老师讲的这个原因，所以就让这整个社会氛围，对，让大家反而更不敢去说。是，我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然也像是让金刚或是林大哥他们在面对自己的成长历程的时候，其实相对的辛苦。对，因为他们等于是没有资源或是没有资源，他们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存在有点变成是我们对于美国的美军曾经造成这些问题的污点证人，就是因为他被当成是你是有问题的，对，所以我们就选择，我们就不看见他们，那他们就更难去言说我曾经经历过了什么事情，所以就会经历像是可能是歧视，对，甚至霸凌，对，那越是这样子，我就越不想说，我越不想说，我就越没有办法说。我觉得同时也会对于母亲有很多的不谅解，你怎么会让我变成这个样子？那可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对他母亲都不了解，那更何况这些孩子，就是这些妈妈们的孩子，他怎么去理解母亲当时经历过什么事情？对，我们今天要邀请这个金刚跟林大哥来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会这么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就觉得，其实已经2023年了，已经是当代了，应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可是我再一次的去重新认识跟了解，经历看了这么多他们过去的这些经历跟故事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要他们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也谢谢金刚跟谢谢林大哥今天愿意来跟我们分享。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林大哥现在60几岁，然后金刚是40几岁，对，你们应该在过去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常常受到不一样的关注跟注目，对不对？因为做坏事情的时候，总是第一个被认出来的，对。就是一群人去做坏事的时候，对，去打架去干嘛，人家第一个就是会认到我，就会先认到你，立刻后领了，比较好认，对，因为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对啊，孔起来，孔起来，孔起来。金刚呢？那常去买东西啊，或者是跟人家交流，你明明都跟他讲国语了，他还是要跟你讲英文，这一直都不会改变。对，前几天还发生这样的事，前几天还发生这样的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可以啊，我老家在桃园，然后从小跟姑婆还有阿周一起住这样，然后妈妈在淡水上班做酒侍，然后1年也没有见几次这样。小时候家里就跟我讲过，爸爸是美军这样。对，然后有问妈妈说是谁？妈妈不会，她都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只有一次在犯错被他骂的时候，他才跟你讲说你去美国找你爸这样。可是我什么都不懂，什么资讯都没有，要怎么样去找？然后后来妈妈就再也没提过了。对，就唯一国中那一次，就再也没提过。好，这是金刚的故事。林大哥，你的故事跟金刚应该也有点像。我的意思是，也是跟外婆一起住，算隔代教养，对不对？因为我也是外婆养大从小就是外婆在疼着我。对，妈妈、爸爸这个都好像只是一个名词。对，那看到妈妈其实也没有多少次，长这么大。对，那比较有办法接受跟我做朋友的，就是一些帮派分子。对，就是一些帮派分子。那我跟金刚本来我们不熟，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对，我们不熟，但是我们都为了我们的身份流过同样的眼泪，那种真的是很痛。对，那你说，其实要这种访问，你说走得出来吗？其实我真的我很不愿意，起先我真的很不愿意去讲这个，我从来不去告诉人家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讲我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我也不会去跟你反驳。但是你到后来的时候，真的，你唯有把自己走出来。你自己走不出来的话，什么都不要谈，你就一辈子在那个痛苦当中。对，所以我说真的，像有这个节目可以让让我们这种种类的人来发声，我真的是蛮感谢这个节目，真的。林大哥说，我们这种种类。
然后他说跟金刚哥一样，就是都是有一段血泪史。林大哥是因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跟外婆住，然后很少感受到父母的爱之外，也因为这样受到了歧视跟霸凌，对不对？对，那时候小学的时候，人家骂你十斤阿囝，我不晓得你听得懂吗？那个杂种，对，十斤阿囝妖怪，还有没有爸爸的孩子，因为从小就是祖母一直带我进进出出，那你没有看过我爸爸，我都没看过，你去哪里看？对，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些言语一直加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对我们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一个人最怕的伤害就是在小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懂的时候，那个伤害就已经注定在他心里面，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忘记那种痛。你是因为这样后来就加入帮派吗？对，因为只有这些所谓的兄弟他才不会去计较你是不是混血儿。对，你是哪里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对，因为加入了帮派，然后当然就大家可想而知，也因为这样后来就进了，就开始在法务部上班。对，但现在不一样，你看现在坐在这边，勇敢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对，刚刚林大哥的分享，我就想起金刚好像也曾经说过，你小时候大家看到你都叫你什么？会叫欧弟啊，黑人啊，这一些的。对，那以前常常听，其实真的不觉得什么，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不觉得这个是歧视。但是到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真的是歧视。只是你一直被这样称呼，会就习以为常。是，对，觉得那只是一般的开玩笑而已。可是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歧视，就真的会让人家很不舒服。想来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纪录片里面，我们有看到那个主角汉中，对，看起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啦。对，但金刚是不是也有试图透过 DNA 的检测来认亲？有，就是看完导演的作品之后，才知道原来可以用 DNA 的方式远洋寻亲，然后有一个Penny 大姐，她帮我做这个检测，然后很幸运，就是在6月的时候找到父亲。哇！对，然后心情真的很激动，我晕整个晚上，就上班的时候整个头都是晕的，因为太开心了。觉得不可思议。对啊，46岁，然后46年，你都不知道父亲是谁，突然瞬间就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对，就真的很开心，可能开心过头了，就是你给他任何的回应，他都不理你，任何的给他传简讯啊，赖他脸书 Messenger 他都不理你，就感觉自己被2度抛弃，这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就那也知道有其他混血儿的大哥大姐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这种2度伤害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沉淀，因为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好像是我直接证明我确定你不要我。一开始我可能会觉得有各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去美国，但我找到你了。那现在的感觉是我确定你不要我这样子。这是金刚的这个 DNA 检测认亲的一个结果后，对，林大哥，爱莫。打死我都不要。我的感觉是，如果我很重要，他生下我，他就会来找我。那如果我不重要，他现在是比尔盖茨，我去找他有用吗？他还是不理我。就算他是比尔盖茨，他能够赎回我以前失去的吗？好，那像金刚啦，像我们一些弟兄们，真的，你找到了他不理你，你反而是更伤害。所以
我干嘛再去找一个痛苦？对，他真的不晓得台湾有我吗？真的不晓得吗？这我们大家心知肚明。对，那今天他就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也认了，都已经这么大了，我再找他像这样再来第二次伤害，受得了吗？承受得了吗？真的？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识过去的历史，因为他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不是我们这么单一面向的去讨论。好，那老师，我们其实讨论到现在，我们会觉得，不论是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一群母亲，她有可能是被污名，对不对？好，或是他们其实是好像没有话语权，或是这个社会氛围，你看像让金刚或是像林大哥，他们都很困难才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个故事，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军的错，或者是他们都是恶意的被抛弃，其实也不尽然是这样。其实刚才两位在讲的时候，如果在我当时在刚做的研究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很生气，很气这个爸爸，因为当时我也是这样假设，就是说这些坏男人，你们抛弃了你的台湾的太太这样子，或者你的伴侣。那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跟我在美国，我是在美国念书的一个老师聊到这个，我在做这个研究，然后这老师就突然跟我说，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就是驻军在日本，然后他是做那种就是行政人员这样子，然后说他觉得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奇怪，就是当时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他们的兵来说我要申请跟某某当地的一个女人结婚，然后这第二天这个就会被调走，就被换到另外的别的国家美军基地，好像被消失了。他当时只是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线索，然后我开始去找一些资料。我后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我指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们有各种的军事考量跟这种所谓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他的美国军人在海外要跟人家结婚的时候，因为这个理论上，如果他结了婚，这个人就可以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们就会做身家调查。那身家调查，如果说这个女性她是刚从农村来的，所谓的单纯的好女人，她可能就会通过，她就可以透过正式的管道成为美军的太太，然后就移民到美国去。然后我有认识这样子的女性，就所谓 happy ending 的，她正式结婚过去。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女的，她觉得有点怀疑，好，那如果她是在酒室工作，或者是在bar做这个，甚至只是当 singer 唱歌的人，他们都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那他们不是说不准你结婚，而是立刻把你给调走，调到别的基地，让你甚至没有办法当时没有 LINE 嘛，电话也很难打，没有手机，你甚至来不及跟你的女朋友说再见，你可能就不见了，那从此就消失了。那我不确定两位的父亲当时经过什么事情，或者金刚的爸爸他明明知道被 match 到了，他不来跟你讲，所以我不确定当时年轻气盛的这些美军男人，他得到怎样的讯息，来到了台湾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然后跟这些女性发生了一些关系，然后也许他不小心就是他本来要跟这个人结婚，被调走了，那他怎么去理解他自己曾经做了这件事情，我也不确定。是，因为我也曾经听中勋分享。对，就是后来也有很多，后来是收到从美国那边来的讯息，包括像是一些遗产的继承等等，对吗？因为其实其实就是在一些档案的状况会读到一些蛮有趣的故事，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突然某一天，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就突然爸爸不见了。可是其实，在档案里面可以看到说，其实是有美军父亲跑来台湾去把女儿或儿子给接回去的情形。对啊，所以这也是呼应刚夏老师的一个说法了，对哈。所以现在谈到混血儿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氛围，对不对？哈，那从1950、60、70那时候，就像是林大哥跟金刚的例子，谈到那时候混血就是充满着这个歧视也好、霸凌也好，然后好像很神秘，然后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不过刚刚林大哥有分享，因为林大哥自己的生命历程，哈，我们刚刚听到了，那林大哥现在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对，你开始看到如果跟你有类似的这个境遇的一个小孩，然后你就改变你的方式，所以你现在是去帮助他们，然后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好，然后协助这些孩子们能够可以弥补
你过去那样子一个破碎的一个童年？因为我们是深受其害了哈，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受伤，没有人可以帮忙，我们也不晓得要去求谁来帮忙。对，那你慢慢长大以后，真的就开始去讨厌你自己啊，干嘛这样，就造成一些积压在心里面一些苦毒。但是最近就是在这后面这5、6年哦，因为信主以后，1年前我到花莲，我们有一个机构，它是专门在帮助青少年。那这些青少年，他们是有的是法院判的，有的是家里面只有单亲，有的是没有亲人的。那我们都是在照顾他们这些小孩子，怎么照顾？怎么照顾？只有一个字：陪伴。我们当初就是没有人陪伴我们，没有人懂得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然后，那我这样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缺少这种陪伴，所以我的今天才会走得这么邋里邋遢，这样一塌糊涂。那你现在懂了，你知道这种痛。现在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那种外配？那外配生的孩子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又是混血儿？对，他们的痛谁懂？因为我痛过，因为这一条路我走过，所以我懂得怎么样去陪伴这些小孩子。陪伴真的是一门功夫啊！哇，听林大哥这样说，然后以及今天导演钟勋跟金刚的这个分享后，夏老师真的觉得，好像今天的这一番谈话，为过去从1950也好，60、70的那一段好像空白的历史，我们又稍微再填补了一小块。然后我觉得借由林大哥刚刚这样分享，我也可以感觉到林大哥其实慢慢的在跟自己和解，对，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往前跨一步这样。所以老师你怎么样看这个？刚才林大哥讲的话，我其实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自己在过去20几年来就研究所谓的外籍新养家，就刚刚林大哥讲的这些外配的所谓新住民的小孩子，因为小时候被霸凌，然后因为对妈妈的不理解、愤怒，然后误入歧途，然后成为帮派的吸纳的对象这样，然后也在法务部工作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从林大哥刚刚说的话，我想要说的是说。刚才2位都有提到过去，或者不管是妈妈或者是2代不愿意出来讲，好，那我觉得，开始去说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疗愈以及协助别人的过程。那因为当你讲出来，就之后发现，不是只有我这么倒霉，好，然后所以原来不是只有我自己这样，然后我们彼此是有一些类似处境的人，因为看到类似的处境，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其实影响因素可能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有一些社会环境、历史的因素。那因为我们讲出来，我们不只帮到自己，也帮助到别人。像刚刚林大哥，甚至还去帮助其他的孩子这样。那我觉得，各位身上的那个伤痛是很真实的，也许他那个疤痕永远都会在，他不会不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包括2位出来讲，让更多人知道，以及林大哥做了更积极的去协助其他的2代混血儿。我觉得是让那个疤痕、伤痕，它变成美丽的刺青，它是刺青，很漂亮的刺青，而不是只是伤疤而已。那非常谢谢2位，感谢，谢谢阿妹，大家给我机会。我觉得，再给我一点时间，对。我觉得不管是透过导演的纪录片，或是钟勋的书，或者是金刚跟林大哥的故事，或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戏剧，我觉得就是去让大家更去了解台湾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我觉得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才有更多的理解，才有机会有可能去同理。然后我觉得也像林大哥讲的，刚刚夏老师跟林大哥都提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新2代，基本上他已经是台湾的这个第4大族群了哈。我觉得相较于这个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这个混血儿，那我觉得除了谢谢大家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也提倡大家咧，你要很好去静下，大家都读台湾可能因为外貌冇强容，佢都可能会受到乜嘅压力，我们应该要来去珍惜静下，做两片土地生活嘅大概。冇強感恩，第一是今日紅龍都介嘅講便宜，你下擺見。
时感，后面谈话太感人，那我都讲不出话来。